弟兄姊妹平安，歡迎嚟到我哋每個星期靈修系列嘅第4個星期。呢個星期我哋將係探討點樣讓我哋嘅屬靈生命不斷嘅去成長。屬靈嘅生命就好似一棵樹咁樣，需要扎根喺神嘅話語入邊，經歷信心嘅鍛造，先能夠結出聖靈嘅果子。今日經文係嚟自於歌羅西書嘅第2章6至7節，聖經呢係咁講嘅：佢話你們既要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嘅教訓，感謝嘅心亦要更增長。呢段嘅經文係教導咗我哋有3個嘅好關鍵嘅屬靈原則。第一係遵主而行。信仰唔單止係知識嘅堆積，更係實踐嘅體現。我哋每一日，我哋活出基督嘅樣式嚟嘅時候，就讓佢嘅愛成為我哋行動嘅動力。第二，扎根建造，讓我哋係深入讀經、默想同埋禱告，使我哋嘅信仰穩固，就好似一棵大樹生根，能夠抵擋風浪。第三係感恩增長，感恩係一種力量，幫助我哋對神嘅信實保持係敏感，並且喺靈命入邊不斷嘅去成長。咁點樣係實踐靈命成長呢？第一，我哋要有固定嘅靈修時間，每日都為一段安靜嘅時間默想神嘅話語，並且將佢放喺我哋嘅心入邊，成為我哋生活嘅指引。第二就係尋求屬靈嘅指導，我哋同屬靈嘅家人、弟兄姊妹或者牧者分享我哋自己嘅靈命旅程，互相嘅激勵同埋支持。第三就係參與服事，無論大小，透過服事他人嚟實踐信仰，並且體會基督嘅愛同埋同在。最後就係養成感恩嘅習慣，每日記錄至少或者觀察到至少一件嘅事，值得感恩嘅事，學習用感恩嘅眼光嚟去睇世界。嚟緊呢個星期嘅行動嘅計劃我好想大家首先第一就係將呢段嘅經文係內化，每日係靜默去思想歌羅西書第2章第6至7節，讓佢係深植喺我哋嘅心入邊，成為係我哋每日生活嘅力量嘅泉源。跟住就係靈命嘅檢視，花啲時間反思自己嘅屬靈狀況，並且係設定新嘅靈命目標。第三係鼓勵他人，我哋主動嘅去關心一位屬靈嘅家人，同佢哋分享你自己喺靈修入邊嘅領受，並且為彼此嘅代禱。最後就讓我哋一同嘅嚟禱告，好嘛？親愛嘅天父，感謝你透過你嘅話語引導我哋，讓我哋知道如何喺屬靈嘅生命入邊成長。求你幫助我哋扎根於你，並以你嘅愛係充滿我哋，使我哋能夠影響他人，並且榮耀你嘅名。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祈求，阿門。嚟緊呢個星期，我哋將係探討點樣喺日常生活入邊
見證我主耶穌基督。歡迎大家再次嚟參與，並且邀請你嘅家人同埋朋友係加入。